俗語有云，薑係老嘅辣。單係睇下樂壇長青樹嘅草蜢，三個型男就算年近60都仲係咁 fit，依然可以喺台上面勁歌熱舞，表現出嚟嘅舞台風範，分分鐘勁過啲後生頂流啊！放眼喺 UFC， 年紀同樣未必係阻礙你登頂嘅因素嘅。兩場相隔1星期嘅數字賽重頭戲，咁啱得咁巧，都係37歲嘅沙場老將贏咗31歲嘅年輕選手，所以真係唔好諗住見到阿叔就以為必定易食啊！後生仔始終係後生仔，都係急啲。大家好，打邊爐嘅時間，第一次光臨本頻道嘅朋友，大家好啊！打邊爐係一個以廣東話為主嘅綜合格鬥頻道，為各位帶嚟包括 UFC 等嘅 MMA 賽事資訊精華、選手們奇人奇事同埋其他花邊新聞嘅。打住邊爐咁輕輕鬆鬆，同大家回顧翻拳拳到肉嘅八角籠動態。每次比賽之後，我哋都會為大家帶嚟短片邊爐短打，唔使1分鐘，快速同你重溫比賽嘅要點。如果覺得呢個頻道啱你口味嘅，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最好就係 subscribe 埋我哋打邊爐嘅 channel， 撳埋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你啦。唔講咁多，開波打邊爐啦！今集邊爐冷知識，同大家分享下 MMA 嘅判定比分制度10分制。上回提要，如果一場 MMA 比賽打完全部法定回合都冇出現 KO 啊、TKO 啊、submission 啊呢啲 finish 情況，賽事就要由裁判比分判定勝負。而 MMA 嘅比賽制度就借用咗拳擊比賽嘅 10-point must scoring system 嚟到做評分機制嘅。比分嘅3位裁判會坐喺八角籠外3個唔同位置，以不同角度去評定賽場上面2位選手嘅表現㗎。每位裁判就每個回合嘅選手表現獨立比分。喺呢個10分制入面，該回合佔優方係會獲得10分，失利方就獲判9分或者以下。不過通常失利方都俾9分嘅，低過9分嗰啲好入面到㗎啦。喺極少情況之下，雙方選手真係打到不分高下，裁判先會判出10-10嘅同分情況㗎。打晒咁多個回合，每位裁判就將每個拳手每個回合嘅比分加起嚟，就會成為該位裁判對2位選手嘅總比分。最常見嘅係3位裁判都判某選手嘅總比分高於對手，就會得出一致判定 （unanimous decision） 判某選手勝出。但係如果有2位裁判比某選手嘅總比分較高，而另一個裁判唔係咁諗，就會得出分歧判定 （split decision）。放心，阿某選手都係勝出嘅。當然仲有其他判定組合，我哋有機會再講。問題嚟啦，3位尊貴嘅裁判又係用乜嘢準則去評分㗎？Unified Rules 就寫到明，比分準則係咁嘅。第一原則係 effective striking and grappling， 有效打擊及擒摔。第二原則係 effective aggressiveness， 有效進取性。第3原則係 control of the fighting area， 擂台上控制。不論何時何刻，裁判都要以第一原則 effective striking and grappling 做評分標準。萬一雙方都係咁抽得難分高下，先再以第2同第3原則嚟到順序評分㗎。簡單啲講，全程死攬爛攬就冇用嘅，進取啲啦。但最實際想贏嘅就麻煩你轟多幾拳夠狠，摔多幾下夠金，試多幾下 submission 啦。但係咪真係轟多幾拳，摔多幾下就夠判定贏呢？點解 MMA 歷史上咁多疑似判定冤案㗎？各位師兄師姐又有冇對某啲比賽判定感到疑惑拗晒頭呢？留言分享下。今次先交代 UFC 324先，原本嘅 Co-Main Event 女子 Bantamweight 冠軍戰，好衰唔衰？衛冕冠軍 Kayla Harrison 喺開賽前1個星期左右宣布自己練習嗰陣時頸部受傷，無奈退賽之餘仲要做手術，估計要休養6個月啊。結果獅子乸 Amanda Nunes 嘅復出戰亦都無奈要順延啦。成個 training camp 嘅成果咁就冇晒，獅子乸當然唔高興啦。
但係兩位大姐都曾經喺 American Top Team 一齊訓練過。Amanda 除咗祝願 Kayla 早日康復之外，亦都話明唔想臨時換個對手去爭啲乜嘢看守冠軍就算，要贏就要名正言順坐正做冠軍，最多等 Kayla 好返再打過咁話。講完個消失的女子初量級冠軍戰，就全力講當晚嘅重頭戲——男子輕量級看守冠軍戰 ，Justin Gaethje 大戰 Paddy Pimblett。賽前完全冇諗過呢場比賽會打到咁激烈嘅，全程5回合25分鐘絕無冷場，兩位大哥獸性大發瘋狂互轟，最後由37歲嘅 The Highlight Justin Gaethje 一致判定勝出。先講出名落手夠晒重、夠晒爆炸嘅Gaethje，佢嘅鐵拳有幾勁抽，大家望下 Paddy 塊面就知啦。單係第一回合力壓 Paddy 埋籠邊暴打，打到 Paddy 瞓喺地下狼狽防守，差啲俾人 TKO， 就知Gaethje下手有幾恐怖啦。及後每個回合Gaethje出拳都係簡單直接，唔使花巧，每一拳都勁到十足，轟入 Paddy 度。Paddy 每個回合面對住Gaethje嘅鐵拳制裁，最後 Paddy 唔使俾人 KO 或者 TKO， 都叫執翻身菜啦。以為Gaethje只係得鐵拳無敵咁簡單，本身係 Wrestling 高手嘅Gaethje，平時啲 grappling 技術Gaethje專登用嚟做防守摔達㗎咋。結果今次對上 Paddy，Gaethje一度啱位就 clinch 住 Paddy 個頭，一嘢帶佢落地下打。就算面對住柔術黑帶嘅 Paddy， 喺第4回合嘅剔單，Gaethje都可以輕鬆咁樣 spur 個人去防守，再做防反。全場Gaethje3個剔單全部成功得手，反觀 Paddy 試過5個剔單全部落空，就知個分野有幾大啦。如果大家覺得 Paddy 係全程捱打，咁就太唔公平啦。論 significant strike，Paddy 全程有156次，多過Gaethje嘅144次。問題係Gaethje除咗攻擊火力強橫之外，護甲值都實在太高啦啩！就算 Paddy 出拳踢腳真係轟中Gaethje都好似冇事咁繼續追上去打。試過 Paddy 踢落Gaethje隻腳嗰陣，因為Gaethje個裝太穩陣，踢人嗰個 Paddy 反而自己差啲失平衡。反觀Gaethje啲攻勢就下下入晒 ，Paddy 俾人打到火車頭咁，點會唔輸啊？兩位大哥殺紅了眼，有犯規都好正常啊！全程Gaethje2次插眼，再加1次失撞下陰 ，Paddy 都唔執輸。第3回合失撞翻Gaethje下陰一下，只不過以 Paddy 呢個英倫死小孩，俾人咁樣犯規法，賽後都冇大聲疾呼，仲咁尊敬前輩，話終於見識到乜嘢叫 legend， 都睇得出 Paddy 呢一場比賽真係俾人修理得貼貼服服啦。籠入邊兩個悍將就打到七彩，籠外面個原冠軍又點睇呢？話說贏咗第一堂離婚官司，家陣意氣風範嘅Ilia Topuria見到賽果就立即恥笑 Paddy， 話呢條香腸仔搞唔掂個30幾歲大叔，咁就冇咗可能人生中最大金額嘅支票落袋啦。至於Gaethje，鬥牛勇士都話恭喜晒佢嘅，不過就叫Gaethje等住俾佢收你鑊金啦。係咪真係收你鑊金？路邊社就透露，下一場輕量級坐正冠軍戰 ，Justin Gaethje 對Ilia Topuria 將會安排喺6月中白宮群英會上演，到時麻煩兩位大哥要收理對方，就帶定錘仔電批士巴拿啦。各位師兄師姐又點睇呢一場咁刺激嘅看守冠軍戰同嚟緊嘅正印爭霸戰呢？留言傾下偈啊！相對 UFC 324嘅野性激情 ，UFC 325嘅 Main Event 就技術向好多啦。Featherweight 冠軍戰，和哥 Alexander Volkanovski 2度出戰巴西長毛 Diego Lopes， 兩個立技向嘅高手過招，一係唔出手，一出手就一大串 combo 咁嚟，所以全程比賽都要金睛火眼咁樣及到實，因為是但一方一出手，拳速有時快到差啲睇唔到啊！再加上兩位大哥啲拳都咁重咁密，分分鐘 lock out 咗都未知發生乜事。咁係咪全程都係立技比拼唔落地呢？又唔係喎。和哥第2回合就表演咗一記飛身斷頭台，差啲以為真係搞掂長毛。去到第5回合，當和哥剔單進攻嗰陣
又到長毛立即用個 guillotine 諗住鎖住和哥條頸，不過和哥都走得甩。然後兩位大哥就開始喺地下嗰度碌嚟碌去揾位進攻。雖然最後出現咗和哥坐喺長毛個身嘅呢一幕，但係你估和哥要碌到呢個位嚟打咁易啊？如是者5個回合打完，和哥再一次以一致判定勝出賽事。37歲之齡再次衛冕羽量級冠軍成功。咁啱得咁巧，一個星期前嘅 UFC 324 Justin Gaethje 又係以37歲之齡贏咗個看守輕量級冠軍。果然薑係老嘅辣嚇。上一場 UFC 324 Gaethje 就打到 Paddy 口腫面腫，今次 UFC 325和哥就打到長毛腳都跛啊！話說打完場比賽，唔知係和哥低數太勁，定係隔擋都咁大傷害性。Thiago Lopez 完場行出八角籠嗰陣，行到拐下咁，後來去咗醫院 check 一 check，原來兩隻腳嘅足背位置都有骨裂。好彩情況唔算嚴重，唔使做手術，休息下就得啦。各位師兄又點樣睇呢一場技術與激情並重嘅冠軍二番戰呢？留言傾下偈啊！連續2場數字賽，又唔係只係得 main event 先至值得講嘅，其他 main card 賽事都幾有話題性㗎。先講 UFC 324場 co-main event，Bantamweight 嘅功夫小子宋亞東挑戰蜜糖哥 Sean O'Malley， 全程主動積極進攻嘅宋亞東，最終都係一致判定輸咗俾打爆佢個鼻嘅 Sean O'Malley。3個裁判嘅 scorecard 都係29-28，三位都覺得蜜糖哥第一同第3回合佔優，宋亞東就第2回合得手。第2回合宋亞東贏，大家明啊，成個蜜糖哥俾佢追住嚟打，仲踢單咗落地下。第3回合 Sean O'Malley 贏，大家都明啊，蜜糖哥就係第3回合發力，先至打到東哥鼻血瀑布咁流。問題係第1回合判晒俾蜜糖哥贏。記得第1回合東哥就已經拳打腳踢追住阿蜜糖哥嚟打，蜜糖哥都係防反偷下雞嘅啫喎。末段東哥仲有個靚剔單打咗 O'Malley 落地下，O'Malley 都係做個斷頭台出嚟嚇下人啫喎。對於呢個課題就同今集邊龍冷知識入面 Effective Striking and Grappling 嘅定義有莫大關係啦。不過篇幅有限，我哋下集邊龍冷知識再同大家講多啲。但係各位師兄師姐點睇法就唔好等下集啦。呢集好快手留言講兩句啦。另一場都幾爭議性嘅就係女子 Flyweight 嘅賽事 Natalia Silva 出戰前草量級冠軍 Rose Namajunas， 打足3個回合，最後3個裁判嘅 scorecard 都係29-28，一致判定 Silva 勝出。論結果就冇乜爭議嘅，全程 Silva 嘅海盜式打法，走嚟走去，出入入咁樣突襲 Rose， 的確係打中 Rose 唔少次，仲造成傷害。Rose 喺第2回合成功捉到 Silva 呢隻老鼠仔，夾硬夾佢落去地下，走唔到，係咁打，先叫搶翻一個回合嘅優勢咋。問題係 Silva 咁樣彈出彈入，走嚟走去，耐不耐先突然戒你幾下，然後又東奔西跑，呢一種打法，各位又受唔受落先？現場觀眾當刻聽到個判定結果之後，立即噓聲四起，就睇得出呢一種打法喺現場有幾受歡迎啦。就小弟而言，以結果為本嚟講，呢種打法係好有效咁樣贏到比賽。我打得中你，你打唔中我，咁當然係我贏啦。選手上得個擂台，首要任務就係合法地贏出比賽啫，我理得你彈出彈入啊！但係作為觀眾，我又真係好討厭呢種海盜式打法，全程唔搏拳，只係識得走嚟走去咁打，打出嚟啲拳又唔係狠喎，即係掂到下入多啲啲咁就算數，跟手又走過，全程咁樣彈出彈入，吹佢唔脹嘅做法，我做觀眾就真係唔多收貨啦。不過一心劍指女子 Flyweight 冠軍寶座嘅 Silva， 下一場嘅對手好大機會就係要面對現任冠軍子彈姐 Valentina Shevchenko。見過之前 Alexa Grasso 同埋今次 Rose 嘅慘況，睇下到時子彈姐有冇辦法捉住呢隻老鼠仔嚟打啦。啱我食啊！彈出彈入喎，打我一巴。好啊！
講完 UFC 324，點都講下 UFC 325嘅 Co-Main Event Lightweight 排名第8嘅前法國特種兵 Benoit Saint-Denis， 第2回合技術性擊倒排名第6嘅 Dan Hooker。其實 Dan Hooker 唔係全程捱打，佢老哥啲長距離攻擊都對特種兵造成唔少傷害㗎。只不過特種兵捱住呢陣槍林彈雨，頂硬上咁樣埋身硬冚 Dan Hooker，先可以捉到 Dan Hooker 落地嘅咋。去到第2回合，又係捱完一陣拳腳放題，Benoit先成功送咗 Dan Hooker 落地碾壓。連試2-3個 submission 都唔成功，啱 triangle 又搬唔到隻手，Benoit最後選擇用 ground and pound 終結賽事算啦。Lightweight 高手如雲就出晒名，你睇下 Top 5嗰班大哥就知有幾惡打啦。但係個人覺得特種兵家陣嘅走勢同埋佢嗰種打法，絕對係輕量級頭5名以外最危險嘅一員啊！抗打能力極高，拳腳同 submission 都證實咗堅到爆炸。特種兵全程咬實牙根，同你頂住火力埋身打，各位大哥都咪話唔頭痕。家陣個問題係白老闆幾時肯俾法國人挑戰前5分子啫？不過 Messi 同拉哥要爭做壞蛋掌門人 ，Paddy 就俾人打到咁有排休息。基茨就預備6月同正印冠軍伊利亞嚟個白宮群英會，唔通真係揾富二代同特種兵打？最怕富二代到時又嫌3嫌4啫喎！各位師兄師姐，仲有冇其他 main card 比賽想講兩句啊？留言傾下偈啊！今集嘅打邊爐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各位師兄師姐同我哋一齊打撈打咗咁耐啊！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comment、share， 仲有 subscribe 我哋打邊爐嘅 YouTube channel， 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哋啦。有你哋嘅支持，個爐先可以保持熱度打落去。密切留意打邊爐頻道，我哋下次見。